大家最近行街有冇發覺條街冷清咗好多？周圍都係頂樣吉鋪，好似全香港嘅鋪頭都排住隊倒閉淡。不過最震撼餐飲界嘅，肯定係連鎖巨頭美心 MX。邊個估到佢哋喺何文田愛民商場間分店開咗唔夠一年，2024年年中先至風光展彩，結果到咗2025年，連一年都撐唔到，就悄悄迷迷淡拉埋閘撤退。最神奇嘅係，一般有鋪頭執笠，大家都會覺得可惜，甚至感嘆經濟差。但係美心 MX 今次連環執業，網民喺討論區竟然係一反常態，一齊大叫大快人心，直情好似想放煙花慶祝啖。一間開咗幾十年嘅本地老字號快餐，點解會搞到今時今日萬箭穿心，人人喊打？背後究竟扣住咗一個點樣又貴又難食嘅致命死結？而呢個連鎖巨頭嘅縮影，又點樣預示緊香港街鋪即將爆發嘅下一波空置海嘯？今日我就同大家逐層剝開呢個香港餐飲業嘅崩壞真相，講返何文田愛民商場呢間分店，真係可以用閃電開張、超速執笠嚟形容。如果大家有印象，呢個鋪位之前其實都係美心旗下嘅餐飲，後來大裝修、大鑼大鼓啖，改造成全新形象嘅美心 MX。當時2024年開張嗰陣，仲埋宣傳，諗住喺呢個老牌屋邨學校區插旗大展拳腳，點知日子一日一日淡過，2025年都未過完，街坊行過就發現佢已經清晒場，連招牌都拆埋。一個咁大嘅餐飲集團做一個決定，投資一間新店，動輒都要幾百萬，裝修同按金，居然連一年都守唔住。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話，肯定係因為近年好多香港人一到週末就北上消費，又或者係因為大環境零售、餐飲市道低迷啦。冇錯，呢啲外在因素確實存在，但係你睇下網民嘅反應，就知事情絕對無咁簡單。去各大討論區睇一睇，滿屏都係慶祝嘅留言。有人話呢間嘢執咗真係執得好，行過見到都眼冤。有人話一早應該執啦，直情係香港快餐界嘅恥辱。仲有人話希望全線美心 MX 都快啲一齊執。點解香港人對一間本地快餐品牌會恨之入骨？到呢個地步，最核心嘅原因，網民用咗5個字就總結晒，就係又貴又難食。我哋先講貴呢個字。以前我哋食快餐，貪嘅就係平、靚、正，係基層市民、學生哥同埋打工仔嘅飯堂。2010幾年嗰陣，30幾40蚊仲可以食到個豐盛嘅午餐。但係去到近年，尤其是2025年、2026年，你去美心 MX 行一圈，望下個電子餐牌，一個普通嘅叉燒瀨粉配多杯凍奶茶，閒閒地都要50-60蚊。如果去到夜晚，想食個鐵板餐或者中式小菜小火鍋，冇70-80蚊，你根本行唔出門口。好啦，如果好食，70-80蚊當係支持下本地經濟，大家或者都忍咗佢。偏偏佢就撞正第二個死結難食，而且係難食得好有系統。好多街坊投訴美心 MX 嘅出品基本上已經失去咗香港茶餐廳同快餐店應有嘅靈魂。啲燒味、叉燒硬到好似咬舊鞋底啖，切雞就淡茂茂，完全冇雞味，仲要經常俾埋啲骨多過肉嘅部位。想食個常餐沙爹牛肉麵，舊牛肉硬到吞唔落，個湯底淡如水。最經典嘅係佢哋嘅熱熱地小菜，好多時一上台個汁係結撻撻嘅芡粉，成碟係好似微波爐翻熱啖，中間熱邊邊凍，或者成碟嘢油淋淋。有網民就形容食美心 MX 就好似喺度交生存碎啖，純粹係為咗塞飽個肚，完全冇任何享受可言。當一間快餐店個價錢已經追到去中產餐廳嘅水平，但係產品質素連10幾年前嘅頹飯都不如。呢個就係佢哋自己扣上嘅致命死結。今時今日嘅香港消費者唔係唔肯使錢，而係追求性價比或者心水選擇。以前大家貪方便，行入去隨便食一餐，依家大家賺錢艱難，一想到要用60-70蚊食一嚿鞋底叉燒，香港人寧願行多2步去幫襯條街嘅小店，或者索性買個2樣飯。甚至乎好多人一到星期六、星期日，二話不說就坐港鐵過關去深圳消費，人哋嗰邊用同一個價錢，可能可以食到精緻嘅連鎖火鍋，
新鮮即整嘅酸菜魚，服務仲要好到將你當成上帝啖。兩對比之下，美心 MX 呢種一成不變、質素倒退嘅營運模式，點會唔俾市場淘汰？更致命嘅係，美心 MX 好似完全同市場脫咗節。面對大環境嘅改變，佢哋嘅應對方法唔係去提升食物質素，或者推出一啲真係吸引到人嘅本土特色美食，反而係不斷削減成本，有喺入面做過嘅員工踢爆。集團為了將利潤極大化，不斷壓縮廚房嘅人手。以前可能有一個師傅專門睇住個爐，依家好多時都係靠中央廚房送啲預製菜過來，現場員工只係負責剪開個包裝袋、翻熱、擺盤。喺呢種工廠流水線嘅操作下，食物點會有鑊氣？點會好食？當你將餐飲業最重要嘅味道徹底放棄嘅時候，消費者自然就會用腳投票。何文田店嘅閃汁其實只係冰山一角。如果大家留意下全港各區，美心 MX 近年其實一直喺度默默淡縮減規模，好多租約期滿嘅分店都選擇唔續租或者縮細鋪位。呢種連環執業嘅現象，背後正正反映出香港餐飲業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嘅大洗牌，而呢個大洗牌又直接引爆咗香港街鋪嘅空置潮。如果你依家去旺角、尖沙咀、銅鑼灣，甚至係元朗、屯門呢啲民生區，你會驚覺以前一鋪難求嘅黃金地段，依家竟然有一半都係拉埋閘嘅。以前啲地產代理成日話一鋪養三代，依家係一鋪累全家。好多大業主，尤其是2020幾年之前高位買入鋪位嘅人，依家面臨緊一個極度痛苦嘅抉擇。一方面，餐飲同零售市道差，租客根本頂唔順高昂嘅租金，紛紛要求減租。另一方面，大業主如果肯大幅減租，個鋪位嘅估值就會即時下跌，分分鐘會俾銀行追差額，即係所謂嘅 call loan。結果好多業主寧願條街空置，將個鋪位擺喺度養蚊，都唔肯平租俾人做。但係商鋪無人租，成條街就會失去人流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。當一條街有3、4間鋪頭執咗，街坊經過就會覺得呢條街好蕭條，連帶約咗其他仲撐緊嘅鋪頭嘅生意。美心 MX 作為一個咁有背景、資金咁雄厚嘅大集團，連佢哋喺老牌民生區有穩定街坊客源嘅何文田都守唔住，咁其他無大財團撐腰嘅獨立小店、茶餐廳，佢哋嘅處境可以話係更加堪憂。咁到底香港街鋪爆發空置潮嘅情況下，下一個輪到邊間？呢個係依家全港市民甚至係地產業內人士最關心嘅問題。如果我哋跟住美心 MX 呢個死結去推算，下一個高危嘅板塊，絕對係嗰啲高不成、低不就嘅中價連鎖餐飲，以及缺乏特色嘅傳統茶餐廳集團。首先，我哋可以睇下某幾間同樣主打港式快餐，但係近年一樣頂得好辛苦嘅巨頭。大家行街都會見到某啲大型連鎖快餐店，雖然分店仲係遍佈全港，但係佢哋嘅餐牌價錢一樣係節節上升，而食物質素同樣備受網民抨擊。有好多連鎖品牌近年為咗維持盈利，將個份量愈縮愈細。以前一碟飯啖啖肉，依家變咗幾塊薄切片。呢類餐廳依家仲撐得住，純粹係因為佢哋嘅鋪位好多都係大型發展商旗下商場嘅長期合約，又或者有一定嘅長者客群，用長者卡幫襯。但係隨着消費習慣嘅徹底改變，呢啲連鎖巨頭如果繼續行高價低質嘅路線，當佢哋現有嘅租約相繼到期之時，絕對會引發新一輪嘅執笠潮。另一個極度高危嘅就係前幾年開到遍地開花嘅冰室品牌。大家應該記得2010幾年到2020幾年初期，香港掀起過一陣冰室熱潮，好多包裝得古色古香、打着集體回憶旗號嘅冰室，一開就係幾十間分店。但係呢啲冰室本質上其實只係換咗包裝嘅茶餐廳，佢哋嘅常餐、紅豆冰、西多士賣得比傳統茶餐廳貴成3、4成。當熱潮一過，大家發現入面嘅食物質素根本配唔上個價錢，再加上人手同租金雙重夾擊，呢類冰室依家已經出現緊連鎖倒閉嘅先兆。喺未來呢1、2年，我哋好可能會見到更多呢類有名無實嘅冰室品牌陸續全線結業。
除咗餐飲業，零售業都係重災區，特別係嗰啲依賴內地遊客買化妝品、奢侈品或者藥房嘅街道。以前內地客嚟香港係買，依家內地遊客嚟香港係流行特種兵旅遊，影個相、打個卡，去麥當勞買個包就當一餐，根本唔會好似以前啖大手筆消費。當呢啲專做遊客生意嘅藥房同化妝品連鎖店頂唔順，市道而退場，而民生餐飲又因為又貴又難食而被香港人拋棄嘅時候，香港嘅街鋪空置潮就會全面爆發，由一線核心區蔓延到深水埗、觀塘、元朗呢啲地區。其實美心 MX 何文田店嘅命運，正正係俾全香港所有做生意嘅人一個好大嘅警示。時代已經變咗，以前靠着大集團嘅名氣，靠着鋪位多，靠着壟斷市場，就可以將一啲質素平庸嘅食物同服務硬塞俾消費者嘅年代，已經一去不復返。今時今日嘅香港人眼睛係雪亮嘅，大家對生活質素、撳每一撻值唔值都有好高嘅要求。你尊重消費者，今時今日先契伊尼，你當消費者係傻仔，用預製菜、用鞋底肉、用高昂嘅價錢去敷衍大家，但最後網民喺你執笠嗰陣大叫大快人心，都只係因果報應。香港街鋪嘅空置潮，短期之內睇怕都好難解決。租金一日唔跌到合理水平，食物同服務質素一日唔提升，香港人北上消費同不消費嘅趨勢就只會持續。美心 MX 之後，下一個倒下嘅會係邊個品牌？我哋邊個都說不準，但可以肯定嘅係，邊個品牌行錯咗，又貴又難食呢條死路，邊個就會係下一個拉閘撤退嘅主角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大家對美心 MX 執笠又有咩睇法？你覺得下一個頂唔順嘅連鎖店又會係邊間？歡迎大家隨時留言交流。